什么？没有，就刚刚其实很紧张。不要抱抱。山高粱那冲啊。你应该知道这个创作样板。難啲啊，捱唔啲啊，捱唔啲。打擂台，鬧夜衝下來，都翻省用啊！大山歌，你看到我雕過嘅咩？山歌了啊！雕過有啊？有嗎？摘茶愛扎兩三皮哦，就從雕過研究嘅。啊，唔該你係喺流行組呢？錯棚了嗎，大哥？好啦，根本已係進入七強嘅天水，原本要淘汰一下。上禮拜八強，而家八強已經掉隊啊！哎呀，八強，好嚟，格格進行比賽，比賽之前介紹評審先生。一格小先生，70位先生，70位先生，總比先生。七強嘅天水比賽規則。參賽者各演唱一首歌曲，淘汰分數最大嘅人，喺評分就由評審先生開會討論看法一樣。好啦，馬上進行佢嘅比賽。好 ，TVB 王一海記得歸來。好 ，TVB 啲有唱到很厲害啦，彈過嚟哈。風點點的吹，記愛起來愛講唔得。在我們河裡，看我一個叫相片，其實你還係識人呢，那麼慢改變，一定着很記得，佛下嘅老樹燈。下冬一個名嘅，愛行路無行天路背，愛注意觀察嘅，阿婆嘅說你愛看好耐，無行踢架愛會叫，愛要喊愛記得歸來。主張好色，愛嘛聽병踢咧，無喊無咪無怪愛咧。愛行路無行天路背，愛注意觀察嘅，阿婆嘅說你愛看好耐，無行踢架愛會叫。愛記得歸來，改叫我們終有淚，用愛主張好色，愛嘛聽병踢咧，無喊無咪無怪愛呢，愛係更有意義，愛會聽병踢你愛記得愛。哇哦！这种清新脱俗的感觉哈，我爱咩懂隔意那种感觉，輕鬆，轻松，然後很溫暖的聲音，嗓音，而且這首歌好像是
是一个16岁影，李彦峰哦，对，哦去年年底就是我有比那个客家流行音乐太帅，嘿，然后他是得评审团大奖，对嘛？我记得给他评审团给台奖哦，特别奖，嘿，哇，16歲點點呢？ 16歲佢當香港嘅嗯佢經已當神奇，因為佢啲台當講，佢太早佢5、6點就出門，嘿，好佢給他破講，哎，記得路轉了，因為他來的時候遲到，他找不到路，他第一次上台北還是什麼之類的因為，他是屏東人，對，哦，你在屏東啊？難怪家有乜個甜餅係對對鬼類，他冇強用啦，因為啲嘅比賽按台比賽地位度，佢算係佢算受餘嘅一三人彈吉他而已。哦，自彈自唱就是啊，反而是很跳出來，而且他的創作能力是很讓人期待才在16歲的。好了，按你衝突了嘿。哎呀，我們來請葉老師的對對公平對，好不好？來，好，像嘉秋老師，你看，还是干不好，我真的是觉得蛮欣赏的。他今天演唱两首歌，因为哦，我一直的观念是这种冲口一种讲法拢啊，嘿，因为雨涵真的把这一点做到了，对因为他吉他弹的也非常的好，是要讲，彈到手都長繭了。不是所有的朋友哈，你根本弹的他这个不容易，因为讲他用的和弦各方面都是蛮特别的哦。对于C 妹来讲，嘿，真的很不简单啊，弹起来，所以廖部分哦，还是干嘛？哎，金庸拱啊，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当初燕峰在用的时候的和弦也是这样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某 Q 用，某 Q 龙，所以你自己又重新编过了。就是用自己比较习惯的。对，我知道，所以听起来就是和弦就比较某 Q 龙啊，就注意讲从头到尾呢，你从共发嘎是非常根据客家发给段落来切。但是有一个地方，所以我扣他1分的，因为他有一个地方呢是，某马街边，马那个街马街那2个字应该是连在一起的，可是他把它分开来了。哦，因为冲嘎可能是因为在弹的时候低头看吉他而不知道，反正就不太正常。那个你自己回去就播出的时候你看一下哈。我对我来讲评价是很高，那么很希望所有的对啦，看电视嘅朋友哈，唔怕他家尽量他家嘅表，他家国嘅表很丰盛，各种方式都可以。重要而言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表演方式，然后你把它带上来，要值得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尤其在这么重要的比赛里面，敢用这种方式来比赛，我特别给你鼓励。好，好，好，欣赏，这种方式很有赞誉有勇气。加，这种方式有勇气，对，就像那个老师穿那件衣服一样，也很有勇气，对，就像这种勇气是这样的。好，来可以，给个分数，来，网易换个分数。93分，什么流行歌曲就都93分，唱都是像安尼个传统组上面96分啊。哦，哎呀，算高分的呀，高分，好吧，算高标了，加油，谢谢，应该会过关了，7强没问题。对啊，加油，对，好，好了，哈，因为来问住，带来9号公路，好嘞，谈完了。怎么太过辛苦，来来去去嘅人呢？我看清楚，佢都過了太下，見世太過發揮，
哇，文准，哦，那些好，如果难大家可怪，以给他一个掌声一下。对，哎，很这个也是正经哦，勇气可嘉啊，挑战去嘎嘞，对，神棍乐团，真的，好像拼了命在唱。因对，为冇简单，变多一片，就想讲啊，再放手试一搏，对，就变的啦，其实嘿变到白，豁出去了变到白，豁出去是不是豁，豁出去了，豁出去了，豁出去了他。真的好客家哈哎。对啊，你真的很有客家精神，哎，豁出去。豁出去。对，豁出去了。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棒哎，大白兔挑战跟某通用跟曲风，你有那种勇气。嘿啊，哦，耶稣讲的同喜欢，同喜欢，哎，诶，其實佢咩與時俱進了。係啊佢我記得佢開始來時就創從嗰個咩他傳統一系列流行歌嘅，從對啊哦，你看人家因進步，我哋都發現到連都敢懂創，客家歌的真見懂後真的懂得後真的懂後青頭堂，青後堂，嗯從根本應該成功樂團呢，嗯，嘿，叫我講路咩青後堂，對呀神棍對呀樂團對呀，挑戰自己。雖然雖然我們大家都有聽到，但是還是要聽評審怎麼講。是勇敢面對。這位老師咧，請讓這位欣賞。哦，廖師嘅人生嘅輪迴哈哎，大概我知道，大家錄樣之前啊，就講根本嘅啦，你百位哈啊，按到年突衰，我真的這一屆是我8個我都不想淘汰，不管是誰走，我都會哭的那種，因為一方面我愛哭啦，哭點超低，他每一年都這樣講啊。嘿，還要吊帶子出來看是不是？我沒有，我只是想要放鬆一下心情，因為我很啲 free me 講，而家創了首歌佢嘅感覺，我還講就是喜歡不見得適合你，因為我想先 take you take 很美，可是你就唱不出那種刻度的感覺，會顯得這首歌就少那個力道之外，然後吟準的部分，我覺得這是也是致命傷。還有人在聲有富貴，這整段都不行。你最後知道你那個地方上不去了嘛，我就不會多說。但是最後我還是要鼓勵你的是，不管做得行下去冇，來當欣賞你啊。很像歌手的樣子，對，這是我認識的賴文竹，謝謝你。不管造型也好，對，他唱歌的那個就是態度，我覺得就是態度。因為你喺比賽一定有素養，唔夠你喺吹表演的時間，我這麼多歌手，我就會第一個看到你，因為你已經發光發亮。謝謝你的演出。好，來看一下這個分數，來文竹嘅分數。謝謝老師。90分，這也很難說，難講哦。窮山歌戲都難講了哦。好，阿媽，好，加油，90分。謝謝。保留你的態度，小金啊，加油。好，感謝。好，感謝。善意之光，感謝。感謝，他也是很國際化的。好，好了，殺下來。殺落去變身帶來曬。曬。遷徙的徙。徙哈，曬。曬。我來彈我啦。西貢客個好吧，白山公剛升出外中，在西貢出過太公，新一家如何剛從街地風，Once upon a long ago, a grand for sailors and for song. Call me Jackie, let's do it in Tennessee. 西五做客家人，很冒險，搭病該精神的西五睇客家人。東京下家鄉，破水個情形，客家 our sweet song. You let I never be alone. Call me 阿邊，客家阿邊 I color my music. 輕一對內背來對山路對望個長長嘅客家族。My land is where you been, you're more than welcome. Side, my side， 東西南北嘅身份新所在。Side.My side, let's hug again all around the whole world. Side, my side, I can don't get a strong more and go. Side, my side, got it all on in drum and yo. We do now we go, I got
未來，What you want you more，What make you want you more，使愛使，都是咱每個身份性所在，使愛使，咱擦個緊 all around the whole world，使愛使，都是咱每個身份性所在，使愛使，咱擦個緊 all around the whole world，使愛使，按佢當一個相逢莫按過，使愛使，當你左中變全萬代你叫那向我愛呀向哦，冰生，真好，我更好。唔啲演員哦，佢好多年就會談到講，哎，人家客家因為收歌啊冇水準啊，你講細啊，呢啲細赛就是千禧啦，千禧，赛音那一片，自己聽都會覺得聽錯。哎呀，不一頭歌要好談，李逵風格嘅唔來創嘅千合。哎，我衝可能沒做的，嗰兩個愛卡樂的歌誒，愛卡樂啊，你的專輯裡面好像也有雷鬼的風格。有，所以有嘅做的也是雷鬼風格啊。那個睡不着。所以唔聽，有一些咧，對，你真係我粉絲啊，幾好嘅你要轉來啲喎，所以話衝嚟嘅等下會結果就覺得咧，可能暫時淘汰啦，幾好嘅要轉來。一條歌我想要挑戰，很好聽啊，真的很好聽，很好聽，而且他跟艾卡的以前的歌幾乎不一樣，冇強用哈，對，就覺得哦，他好特別，他自己唱出一個。節奏性很強，對，節奏性很強的歌。對。其實衝兩種歌 Q 就要用融合在他那個鬆鬆的那個節奏。對，就想說造型要符合一下那個感覺。真的，那你要裝假髮雷鬼頭。雷鬼啊，剛好沒有那個，沒有假髮，用個帽子戴起來，對，一個帽子去裝飾。沒錯的啦，沒錯的。這是一個風格，客家雷鬼嘛。好了，那唱完了哈，來唱那邊欣賞的講邊啦。唱四 B 欣賞。好來，其實要數國外賽嚟講，嘅安尼節奏方式嚟講，對兩個上線。真的很 match。不過有一件事情，我們同樣的可能就會講，因為要這種節奏的部分，在我們客家人在使用節奏上面是比較少的。所以我們在講律動，就剛剛前面文主一樣，其實你們都犯了同一個問題，都是律動上面不夠穩。所以希望講，冰勝來講，就會講，在這上頭，我們可能再加重一點，練習。好，安子 C， 謝謝老師，真的好專業。我聽那個糖豆都感覺懂沾嘅啦。懂沾嘛，其實懂沾啊，不過他們就是要挑細節。哦，對，好，來看一下分數。看一下佢本身嘅分數。好。哦。所以文竹，你有對手了呢。不用怕。應該啊。哇。看來叫我們不要二次傷害他。有可能係用啥都留下來。國名嘅問題。個賽啊。大賽。咁樣。下次選歌要注意。好。哎呦，我會很給愛卡的冠名嘛。好啦，加油。沒關係，休息一下。先回座休息，好吧？安子這樣子。哎呦，用 V90 分。係啊，用 V90 分咧。下一 V。High V，有些緊張誒，衝牙一個誒，衝牙歌誒，係啊，張蘭歌后，對，張蘭歌后，劉美玲帶來上萬，來，彈開啦。門前落花有幾多，暗暗飄來歡風。你就是從門口，也係對對雙雙，看也錯也錯，故事也見錯。揭開萬幾條，將來心跳啊！
心中。哎呦，嗯，哎桑桑有哎，曼，有哎，我觉得有牙咪头哎，有阿弥陀呀，有。小小吉娜，唐贡要条歌，这首歌是你请教吉娜老师。就有一次，就是我们比完赛，然后就留下来，然后跟吉娜姐姐聊天，哎，然后就想说有什么推荐的客家歌这样子，哦然后想说想唱吉娜姐肥姐的歌，水不落外人田。然后他就想说可以唱。其实我只是为了版税的问题。对啊，这个硬是要推荐推荐自己的歌。哦，我觉得今天唱的有他自己的味道，有啦，有给这个阿弥陀。你自己觉得嘞？我不知道，我好想听评审老师说。哦，他已经不想被访问，他想要直接知道结果。碧宇欣赏是美玲，我觉得今天听你唱这个歌非常的感动，谢谢老师，真的很感动。觉得你跟以前某汹涌了，以前是直蹦蹦，什么都冲冲冲，可是现在这个歌今天你再表现出来，让我觉得听了整个人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哦，谢谢，真的很棒。然后你的麦克风的使用，还有你的低音很漂亮。谢谢老师。你的低音非常漂亮，但是到后面你高音的地方也掌握得很好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哈。很喜欢你一个地方，你那个高音过了以后，那个桑桑，你是用气进来的，你不是桑桑，而是桑桑吗？你知道那个？哎，我现在讲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。你是从气发出来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的这个情绪，那表示你这个人你已经整个进到这个歌里面，所以我几乎是，若不是为了要看你有没有唱错歌词，我是很想闭起眼睛欣赏你这一首表演。金波尼，我觉得你很棒。谢谢老师。反正分数有当过我，应该不差哦。看分数了，对，看一下分数了。美玲给分数。我觉得你选这首歌很棒，歌词很少。我刚想说你又嘟噜嘟噜，是不是有忘词？我刚以为我还说到踢汤悠悠，好以为呢。看一下分数了。美玲给分数。就是西服，你哭什么？对，刚刚其实很紧张，很紧张。而且老师有讲到你说哦，起鸡皮疙瘩，你自己也感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要哭，抱抱。我抱。谢谢你，谢谢两条各位。在这休息。不用去哦。好了，撒下来。撒下来，撑开水带来，记唔出嘅心。好，唱好了。公用法罗兰
棉花松散条青微空，林天公墙，人风里等归生风。你答应天天酒窗甘含又听错，你的形影含恨在心头莫散去，不知爱拥伴相依，思心思念期望送温暖都小暖，千言万语双双记记，梦伫写几代心的寄望来去。岛上朋友着恋人心意相像，寒梦多银线，陪眠用意思手中，伊含银片着恋人心的来空，你又讲姑娘是会转变离散仙动。你的形影含黑的心跳莫散去，不知爱拥伴相依，思心思念期望送温暖都相暖，千言又万语双双又记记，梦伫写几代心的寄望来去，千言又万语双双又记记，梦伫写几代心的寄望来去。哎，可水，那姐，对，哇，凯特也是maybe 我们大家很佩服的一个歌手。嘿，没下感应，没下感应。你看佢唱一出唱嘅傳統嘅台語歌，唱嚟又接觸到客家歌曲，客家歌曲佢接觸到較傳統嘅東西，但是佢因為佢聽到欣賞啊咧，建議慢慢去改變，而家佢唔敢講誒。嘿，你的衝腔冇腔，唱腔已經變，你唱腔也很多，已經都慢慢已經跟以前那個台語的唱腔那叫什麼潰靠？潰靠，冇腔用嘞。其實都一樣啦，你唱每一種歌都有每一種的潰靠，台語歌有台語歌的味道，對，傳統歌有傳統歌的味道。你像你唱這種歌，你也有你自己不同的一個詮釋的方式。對，因為這首歌，是我很喜歡，因為這個歌有國語、日語版本嘛，最早，對，台語也有。曲嘅後堂啊，你看台語啊煩，國語啊煩，漢語啊煩，你本法沒衝，係啊，正經喺後堂嘅各位，太棒，好，安尼那位先生的公平啊，嘉修老帥哥，老師好，帥哥，OK，我是在講哦，有點大宋，你注意哦，他現在正好狀況不是很好，我第一個給聲帶有受傷，不過哦，我還幹部是講，你沖涼狗剛第一個，你的共鳴位置可以放得更柔軟一點。不是因為我們剛剛4位評審全部都同意，你的嗓上滴滴那個地方唱得非常的好。千言萬語，嗓上滴滴。如果你能夠每句都唱得像嗓上滴滴這種感覺的話，那每個人就會滴滴叫了。滴滴叫。對呀，所以我意思是講，我希望你繼續的努力朝這個方向去，因為講換了一個唱法以後，可以保護到你的聲帶了。你聲帶不用開刀了嘛，糖果是愛嘛。不過現在唱法還不夠成熟，肯定你們分數兩半音啦。不過至少前途是可觀的，就是你做的第一個咬字，像這位老師剛剛跟我說，哇，他實在很難得，說你現在客家的咬字都沒有台語音了。第二點是真的值得鼓勵的。所以呢，我還是要講，請你再加油，
尤其在这么困难的过程当中来参加总决赛，那是某更大哦，这个是大家给他掌声鼓励的，这样好不好？加油！有志现在比赖文竹都还好。你不要忘了许冰胜，给用啥给用他有。好，按照了看看个分数喽。哎，来看一下陈凯水的分数。国际名曲到底分数如何？哦。恭喜哦，恭喜，我们得过关，过关了进入7强啊！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恭喜，谢谢，加油！还希望下礼拜还可以听到你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味道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子 C， 好，回做休息。下来呢？下來彭思卷帶來自由。哦，自由誒，好嚟彈講啦。生意賺的國家，溫柔父子，畫定天強嘅色，愛輕舒緩嘅自由，熱天。從前的愛愛強鬆比，我怕天天的戲，我怕煩煩的戲。台風驚險的無流，山下丈夫有我心愛袂跌落，愛講怕永不愛惜。路如何归？台風嘅世界，天風高比，涼風嘅世界，涼風嘅世界，愛講。我唔怕，記得路如何歸？台風嘅世界，天風高比，涼風嘅世界，愛會轉來。可以。嘿嘿嘿，哦，你好，哎哦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事情给你他这个诠释的方式有某空用的表现哦，受谁的影响？这位老师，这位老师，为什么？这位老师有教训你吗？他有很生气吗？志比先生就有同来分享过，中国有丧是不用把你所有的武器都亮出来，是，就是也不要留一手就对了，有时候就是可太单纯的了，冲过啊，冲不慢你。
这个故事画面中有一个主角，你就是对着他唱。对，叶老师其实他们都有提醒过我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到这一集阿兄看就可以转变一下。但是我刚刚有几句听到好像太小声了，好像是蚊子在叫而已。就像个讲故事的感觉。对，小声的跟你讲。但我们两个说话，我们两个说话都不算数就是了。也是哦，对，是有点评审的。所以你看，刚刚就是这样唱呀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看我有几声唱法。那你想，那喜欢哪一个老师？是这位哥。好，所以是这位哥吧？对，好还好。但他在开几个老豆，几个不开天使摆动，震动，好逗哈。我也给他开嗓。哦，是梦亮晒，因為家有要愛叫嘅哈。要愛叫嘅。我先講啊，分數送出去嘅，冇關係講加羅太哥有冇大牛哥有冇講數到馬啥樣樣。其實大家都當用心，到位欣賞都當願意來搞太搞，唔好講搞太搞，他分享用埋唱歌嘅。我這件比事件做最後嘅就其中那首歌曲，他把它完全內化編輯改歌誒，我冇想到係 Misa 唱誒。一開始我就感覺我在放風箏的，這個風箏越飛越遠，但是他又在拉它。你講，我覺得技術方面是完全是非常頂級的。你講唔怕，特別呢你講唔怕，還有我講唔怕，你每一個的情緒都不一樣。你唱的最好的一句是天風嘅世界，然後最美天風高飛，你還做了一個真假音的一個小亮點。哇哦！這首歌我沒有話說，我說你很棒，我給你一個很好的分數，鼓勵你，希望你繼續本太家做最後的示範，加油！我們分數應該不差哦。來看一下佢嘅分數。來看一下彭思源嘅分數。哇！兩位欣賞都已經衝到滿分呢。一開口一衝啊出來，第一句就嚇到人了。加油！恭喜你！冠軍歌手呢，辛苦我呢。對啊，還有兩位，厲害嘞！來，沙來，彭心怡帶來 piano。好 ，piano 來。
哎呦，看完这么开心，表示歌词没有唱不唱呀？对啊，好开心哦！我觉得你选这首歌很棒，歌词很少。我刚想说你又嘟噜嘟噜，是不是又忘词？对，我刚以为我还以为他忘词用他拉过去。哇，还好，很聪明吗？谁帮你写的歌啊？那么厉害，自己才貌上网找的。你会弹钢琴啊？不会，不会。那你啊，我印象中我有一次弹钢琴是好像在幼稚园的时候，然后那次之后就没有了。幼稚园，然后我爸妈说，我小时候让你学钢琴，你不学，他就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学钢琴吗？好可惜，我完全忘记了。然后他们就说，因为你学了一堂课之后回来说，老师说要剪指甲，所以就不要学。剪指甲有什么问题吗？太漂亮要留指甲，老师说要剪指甲，所以我就说那我不要学。你看是不是很没有？好可惜哦，那个如果那个时候学到现在，钢琴女神。对啊，你光这个。感觉坐在那边弹钢琴会迷死多少人？可是你充个90哦，帮我爸妈90哦，帮爸妈省钱呐，很贵，好孝顺，客家人都这样。我以前也是有学过钢琴呐，好正经哦。我也是幼稚园的时候，因为钢琴老师去学的吗？有钱呢，有钱啊，这小康啊，家里小康，对啊。我也是学了一堂课以后就没去了。啊，真的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因为指甲的关系，我是因为也是手的关系。对，那弹完以后，老师说：“嘿，哎呦，怎么这么脏？”对呀，因为我小时候手会流汗嘛，流汗。小时候我们手都会咸哦，都脏脏的，我们不知道。现在的长大了比较会注重干净，小时候不懂，就弹，上面都脏的。哎，这样那么脏，哎，你不要来学，你走开。是给人家改，就打击我，就不能。哇，你也是啊？对。我本来也是这样以为，你学一堂课不学，是因为钢琴老师太丑不漂亮，所以你就不学了。他不是太丑，他太老。丑跟老是你的两个大教门就对了哈。对啊，害我也是哇，好可惜。给后的幕后哈伊诶，对。哎呦，你这样会弯冲狗诶。对，还好我喉咙没有坏掉，还好我没事。好了，那这首歌真的有给迷头，有到你听听世慧老师怎么说。好，是恭喜吼，今天同我读歌哦，读到当准，读到当好，对，没唱到当好，好，那种轻松的节奏对你来讲，应该会，我觉得你可以驾驭它的一种节奏。意思是讲，你把它放进你的资料库里面，按那个位其实你就在抖线，因为对两个赏先来讲，按那它太 match， 所以节奏在律动的时候，尤其那个切分音的部分哈，切分音的部分，你在处理的时候是处理的非常自然，不会本你有一种压力，因为有赏时按那较轻松，不过在切分音的处理方法，大概落个高数，大概在切分音都被我盯得很惨，因为节奏不对，整个听了就很难过哈，尤其是切分音的处理，这个部分还是很周到后。如果硬要挑点小毛病，可能我就是会在主歌的地方，可能要跟你建议，因为演唱国的时间哈，因为这种节奏的部分很喜欢是弱起拍，意思係唔係貼碰入來嘅，所以頭前嘅吉他師特別就會溜個唱一下，你係冇唱吼，它就會不穩，可能要注意這件事。这个是小问题，不过如果像我们对节奏比较敏感的人，我们就会不舒服。可能会注意一点。今天非常棒，很好，非常棒，分数应该不错哦。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冯心怡嘅分数。好嘞。哇哦！第2名。今天第2名，目前为止，恭喜啦！好，谢谢。下一个礼拜，歌词一定要背熟，是，好不好？你就选歌词少的，希望让我多见你几个礼拜嘛。好，好了，加油！恭喜哇！96分，3號嘞，李浩成來嚟韓國，有冇動佢衝啊？
行路添了阵顺风，行路凉凉的米线木，行过阿婆的遗踪，也行过阿妈的养乐多，行过阿妹教书的小雨，行过阿爸的铁路桥，行过演主公的三楼，也行到家门口，不是上到暗道，出只去走，总有人我行到，我行到。还記得那個夢想，要激到行夢中。還記得那個夢想，講起來幾快樂。還記得那個夢想，用我全都真後一個安過。嘅夢想，講起來幾快樂。還記得那個夢想，用我全都真後踢到安過。還記得那個夢想，做得老愛講。感謝亞地平安行過。哎，你頭先他家全部是改編起來吼。哎呀，改編木工用的那種詮釋的方式曲風啊、風格啊，兩條迄強的咧改的嘛。嘿，冇錯。哎呦，功德，對對對，功德箱，很厲害，龚老師，功德，嘿。頭先錄音之前，你有打電話問佢，佢講你基本要從，基本要從幾個歌曲嘅，問佢講佢。回到某個事情，回到某個事情，會寫兩條歌曲啊！哦，根本一張問題哦。對啊，是如何啦？上到想要更融入這首歌的情境。其實我講兩首歌曲係寫本幾自家嘅，讓我聽到兩首歌曲嘅感覺係強用嘅。像一個童年。以前呢，年輕的時候這樣。佢講佢冇幾多歲，咁個經歷個動鬥時期啊。哦，哎呦，冇幾多歲就有算很有故事的。對，他說他有很多的故事，從小到大可能經歷過很多的事情，他想把這件事情寫出來，告訴自己不要放棄夢想。然後最後那一句是謝謝所有的家人，謝謝所有的親朋好友，謝謝所有他這輩子認識過的人，這樣子。對啊，你看，你看我半百年紀了，我也是還是存有很多夢想啊。係啊，對嘛？哎呀，唱台語歌唱了20幾年，轉換唱國語歌，受到大家的一些稍微一點關注嘛。很好聽哦，還不錯了，還不錯了，很好聽，好聽，還可以，還可以。你客氣了，你客氣了。我說認真的啦，前面都好聽啦。來，那邊是他的公平的。向碧宇欣賞。浩森，也不你這首歌唱的，我覺得很棒，很感動。哇！其實今天我覺得，我想我們評審都非常的享受其實不管是不小心忘詞的，或拍子怎麼樣，或怎麼樣，但是其實你們都讓我們是感動的。其實每一個表演，對。那今天我給你的分數也不錯，因為其實從你一路這樣子走過來，唐你聰狗，你的進步，你的調整越來越好，我覺得很棒。但是我現在要說一下你的缺點。好，需要改進的地方哦。我是根本有一點點的 J-pop
的问题。再来那个，我觉得前面第一次的韩记的，我觉得你可以韩记的呢再下去，韩记的哒哒哒哒，你不要就从前面就开始韩记的一直往前。那我觉得 A 段就可以再回来一点，韩记的再下去，把它抓起来唱。我觉得这样的话 ，A 段那个地方我觉得会更好，不然那边会有一点点好像快要失控一样。但是因为你又不能太重，但是你又往前唱，你就会 hold 不太住。这是我给你的建议，好，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很棒。哦，什么心声？好了，来，看一下给个分数。看一下李浩成的分数。好嘞。哇！救生文，什么心声？恭喜，7强啊，我们的。下礼拜进6强，好，再好好选一条好听的歌，昨天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，咱们好，回做消息，按这些，好，按那金有2位底层人士，对，有2位有本评审欣赏伤脑筋了，对，按那休息一下，本欣赏开飞哈，好，来，向欣赏的开飞，好，来。好了，现场讨论好了哈，讨论好了，老师，慢要做反应，那做反应哈，帅哥老师，那其实真的很难过。实际上，现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在想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抉择哈。都没有，我有个想法是哦，这2位都非常精彩。是，不就一点，我有个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开窍的比较快，就是你要看那个一直在图片，他有可能这一次如果过了关了以后，他可能在最后可能在前3名他都可以冲上去，因为变化的尺度很大。那还有一位呢是在讲他将来的可塑性非常高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开窍。还在进化中。我们差别就在这个地方，可是你们利用上其实都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清透化。所以我们不得不忍痛的让大家都认为他今天不太有机会的文竹过关。文竹过关，对，文竹过关。因为文竹的表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让大家非常的惊艳。对，因为他不断的在有一些新的东西在挑战哦。那其实不是评审不好，评审我一定要特别的鼓励你一下，大家都非常肯定你。可是呢，因为你一直维持在某一个程度，然后还在跨越的过程，所以下次你会有更好的表现。我们寄望的是一个更好的结果哈。那文主你应该对你来讲其实是比较不公平，你现在几个礼拜而已。你要把你最好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，然后往上冲，那我们就想看你的最高点到哪里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也恭喜文竹啊，恭喜文竹。评审没关系，好，下次下一季，好不好？再过来编啊嘞，你歌唱实力这么好，不怕哦，好不好？有什么心得想说一下？突然要讲心得，对啊，比那么久了，就是其实很感谢各位评审老师啊，自己在准备的时候，其实我也觉得说自己一直都没有准备到最好，然后就上来这样子，就一路上都会有这种感觉，可能就是自己对自己没有那么有信心，然后实力也累积没有到很多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更努力，再进步这样。对，最主要可能今天的歌的曲名有问题了，太晒了。我帮你打电话骂邱连青。不会，我很喜欢这首歌。好了，谢谢2位，谢谢，恭喜文竹，恭喜文竹留下来哈。那希望下一季还能看到你，还能听到你的好歌，好不好？谢谢2位，谢谢。来，这一边党红潮，谢谢。哎呦，家俩的传统族咯，7强给听说，因为最大分嘅意思就會淘汰佢咧，係咪？哎呦，真係哈！也獻唱要8位嘅參賽朋友，好，加油！來看那一位嘅甜
田当的讲哦，较暗啊呢。我看个什么印堂是不是？印堂有没有发？谁的印堂比较红啦？他缝的就做得留下来。他搞这一缝，他搞这一缝。哎，一缝一缝。哦，加油啦，加油啦！好，我们希望他个就做人继续留下来。好，安尼来介绍评审先生。好来，常永平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贾启国先生、罗莹莹先生。好了，来介绍 TV 参赛朋友。TV 係黃顯華帶來羅山歌。好嘞，等我啦。山歌传唱。法國好，主持人好，俾到一下嚇 update 動態嚇，係啊，睇我每天失眠，當你睡唔得，係啊，有睡啊，2點當中，哦，跟冇睡你在做嘛？哎呦，看電視，本夢，本夢，沒，像狗屎啊，像狗屎哦，聽你的狗屎都可以。當你都在想你鬧嘢大擂台嘅比賽啦，太多安泰啊，係啊，安泰要做埋，真的啊，跟冇睡飽聲音會影響到你，真的，跟意識這樣補啊，哦，應該保護喉嚨最好的方式就是睡眠，就會睡夢。哎呀，身體沒重要啊，身體有好就好睡飽。好睡冇好食飯。係啊，食飯唔重要係乜用？真見啊！對了，睡飽了，睡飽了。按不了睡唔得，按20條睡得。哎呦，20條睡得。所以人家是算退休時間呢，哦，玩冇事情。哎呀，按不冇睡唔怕，反正20讓補啊。自家來自由嘅時間。唔係就係。而家按你衝突了嘛哈，按你搶水動包呀。水動包，搶高動包。因為點解水動包？可能今日精神今日精神以後啊。王先生。創業今日創業羅山歌，原則上佢創到也有拉年啦，嗬，創來算不錯，不過今日我看佢還是會多少強山，哦，嗰個人嘅有啲位鹽嗬，有啲位安尼技巧，就係
从山歌长川嘅所在，有的会你们木案林义景旁边，所以比不一样，亮多。木案嘅呢，吼，比下迄根本伊爱通到的，嗰个铁基嘅菜面件嘅件事，又出嚟啦伊，创又较高一些些咧，嘅留嘅干路吼，冇乜嘅伊話干，哦，也肯定要較注意的哈。啊，其他部分吼，應該都還算做得啦，加油！好，好，分數啊，好嘞，來看黃顯華嘅分數。哎呦，有分數應該冇問題哦，冇問題哦，先過分咯。唱切應該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好，水母啊，係啊，水爆人啦，水爆人啦，水爆身體沒有你是不是水暗爆啦？嘿，不用強鬆了，對了，不用強鬆哦，我們說不要那麼在意，反正這一次沒有過，我下次再來嘛，對嗎？好嘛，加油加油，哦，謝謝，加油，這就是好了，殺了，哎呀，殺了，好，也都給卡上，給卡上嘅有名嘅呀，連見帶來平板。好了，等過來。金泰國好，係金泰國哈，佢特別比賽，每一擺嘅歌詞幾乎啦，幾乎全部自家寫，所以佢請講嘅就講講像加參考咁講嘅，唔記得歌詞啊，自家寫自家唔記得，對啊，今年啲歌詞嘅東西，請講我唔記得嘢，唔記得就我有記嘅，係啊，所以啊，全部強數啊，你識五字冇嚟啦。對啊，對啊，這樣用啊。對啊，創好創壞那每回是最起碼冇忘詞哦。冇跌破冇忘詞啊，兩點呢個清楚。最睇個重點咧，所以加有忘詞嘛。冇啦，冇啦。因為也是歌詞也冇當我唱嘅軟腳嗬，即係冇當我唱啊。研究再研究哎。如果那個思考緊張。冇簡單啦，但是加糖十分有味道。我糖嘅荔枝話先上面啲，甜甜啊，甜甜啲。佢手下先生根本可以冇乜強用嘅。佢特別講，嘿，特別講，你看嘅耳環嘅條那模，係咪？
哎呀，总按基本也特别奖啊，虽然我大摆都按奖嘞。係啊，無強用嘅大拜都按獎獎啊，今日貼因為咪都無強用，貼片獎。哎呦，暗自西遊。也可能依家以前過去喎，睇下心情啊好。哦，心情好，發種時嘅心情咪好。你抽面時發種時。今日咪貼片斯文啊，有啊，哦，你個帶都夾起來，夾起來咧，摸都帶起來。引導。出家唱秋下先生嘅歌片，好，哦，就阿鳳啦，真係一啲糖嚟食，軟腳咧，好糖唔好糖哈。你女生唱先生嘅作嘅詞，當然你冇法講啊哈。啊，做佢家講嘅難去作潤，唔過你見面人叫你軟腳，做到阿嘢非常非常令人欣賞。啊，我強調哈，唱歌嘅東西嘛哈，太細聲啊，從嚟講。唔係講啊，非常非常一下也太上，忽然間到後背就氣就不足，嚇。加顯化先生嚇，就多數有點點呢啲種嘅毛病記得，到後背輸入嘅時候比較會氣比較不足。啊，唔過二 T 3期嘅時節，二準腳非常好，水大了，唔係水大了。哦，水大了，水大。水大了，水大了，一行那一撒个，你水大了，水大了，水大了，你只詞就可能要多少哦。行入啲咧，要多少啫？因為你做評審先生，人就一幫人鬧咩，做咩前腳毛病咩？啊，你咬死方面啊。咧基本嘅。基本條件，所以大家講嘅注意，我希望客戶能夠注意，人嘅軟腳係非常嘅嚴肅，加油！好，先生，來，看林怡健嘅分數。TV 94 ，High V 係咪96咧？哦，個 High V 97。誒，最尾就係101分咧，係係100係千號啦嗬，最後係用。好啦，恭喜啊！誒，恭喜，94真千個。係啊，下禮拜啊，做長多年冇空用嗰種軟腳嘅味道，太天冇空用啊！係啊，好冇？安子 C 好，哦，安子 C 好，大家準備到。好，沙雷，成日冇嘢。唔譬如帶來3個字。好嘞，彈個啦。一歌詞誒漏詞呀，係欣賞下嘅詞，欣賞下，那邊欣賞下。車起過欣賞下嘅詞。按你咪下一個欣賞下係當然唱呀。因為一隻歌詞沒一號唱，一條歌詞，一條歌詞沒一號唱，無限熬哦，係嘛？係咩嘅意思？係哦，所以特別要加強，要注意注重。
有注意嘅词。哦，特别挑战历史就出来了。嘿，哦，挑战一家。啊，也一礼拜呢，你有当一练当一好看的呀？有啊，有哈。创作有很面堂啊嘞。有请欣赏，请欣赏，然后你听堂一下，听书堂一下哦。跟人家知道自家创作样板。难啲呢？难啲啊，捱唔啲啊，捱唔啲。同你後生人講話呢嚇，捱唔啲。佢無講無爭啦，捱唔啲啦，捱唔啲啦，捱喺天涯下捱唔啲。唔啲咗唐車幾個先生。哦，即係唐先生講好咧。唱車幾個先生。來。好，唐起來佢嘅嗓冇問題。但是呢，伊咧在最高音嘅時間，特別你就話老師叫講啊，咪誒，三個字係咪嘅音，voi 老 can 也一天喺最高音嘅咪，嚇，也個音就一天都同意。你講看愛變就變起來，丹田嘅你一天都做出來。再過來嚇，閃前閃閃。啊，有一啲閉口音，當然個線係線嘅東西，但是閃前要有閉口音，也係啲咬字嘅問題。不講係沉睡仔也好，也係個其他盲閉水人，要讀到咬字一條閃留線嘅東西線冇重要，一定要閉口音，你冇閉口音嚇。所以我也要講過嚇，佢在口音部分之間，丹田一定要用出來。哦，也係輕鬆嘅，閃前嘅閃，我同你咬爭來，聽聽嚇，自己要注意啊嚇，加油！所以丹田冇改錯，丹田有啊，可能丹冇一出來，嚇，帶一班點點。冇錯，好嚟，你看幾個分數，好嚟看吳丕源嘅分數。哎呦，這年96分呢，哎呦，所以下一邊可能係拄好嘅啦，拄好嘅哦，係哦，也安排好嘅，係安排，命運安排，幾難唔啲哦，但下一邊都97分，97，好嘛，好啦，看一下有冇，看有，夾啲嚟，好啦，容易哈，過關冇問題啊，喺度休息，好嚟，下來嚇，稍兩下之類啊，羅朝米帶來羅山歌，啊，係知。人生來去，
姊哈，嘿，阿姊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姊妹数诶，嘿，两个就讲同我唱嘿，用书咧，系咪？青蒿堂吉冲果，系咪？佢特别欣赏咧，用啊咧吼，系啊，姊妹呀，两啥姊妹呀，香港做姜诶，心心相连，心手相连。哎，七家人好，嘿哦，所以我对特别好啊嘛，系咪？对嘛？其他唔係七家人啊，香樓係唔？到末因為有親戚關係咪某一天啊？某一天哈，真的呀，係啊，因為以前500年前，一家，一推前兩推表三推得了了，係嘛？得了了，係啊，得了了，係咪？三推過去就冇咧。對啊，講真的呀，下一推冇都全冇聯絡，冇都唔掂乜嘢咧啊，全唔掂啊，對啊，哦，最近也慢慢比賽啊，比從10強，也到8強，哎呀，今日猜到一位要變7強，我要進入6強都固定的嘛，哈，對啊，所以我開始會有緊張嗰種心態，因為全部都東強嘛。會啊，多少啦，係全部按強。跟唔能讓我保持嗰種心，不用強的平常心嘛。分散自家嘅注意力啊。係啊，讓我分散。去中法石花人草，前面呢有一隻法源，細嘅法源。哦，中東都那多肉植物嘛。係還有蘭花。那你就是澆花啦，跟他講花，我哋講花，跟你對法我講嘛嘅，係啊。我希望佢入嚟只獎啊，係啊，按用心。照顧佢啊，對啊，我們同樣了，我們有啲雕花，就是雕樹嘛，就松柏類的啊，一些微型盆栽啊之類的，啊雕好以後啊換盆啊種好以後哦，我跟你講，所以跟他聊天，係啊，我希望你陪我多久一點，這樣。哦，真嘅，不要那麼快掛掉。哦，你有攞煙花嘛？有的。你有攞講嘛？冇啦。冇攞煙花哦。他會點頭。冇那看醫生呢。風吹啊，佢。好，唱對。欣賞，唱欣賞。今位老太仔吼，其實日出日落啊，你唱嘅你係年好歌曲，你會上全景動獎。講實在吼，日出到保持到當好。不過我唔定樣辦，今位係唔係要下緊張吼？我談起來係安樣去，就係今位我感覺依個體育嘅一陣風，樹木也是入下短一啲啦，氣下不久。一陣風來。好，喊啥下來？雖然講，你講羅山歌，吼，你係隨人唱，吼，你做得慢調出來，你做得下晝唱出來，都冇問題。唔過你唱嘅些聽意嘅太假，而出來嘅時節唔係當確聽，所以我彈起來就遲到，就了解開始，我就感覺到你係緊張咧。好，所以你太假唱出來些太假。上當場就下搖掉嘅嗬，冇你從起來當要閃閃嘅繼續上映出來嗬，所以我就會感覺下緊張，所以在來相逢嘅時節，呢個逢來衝入嘅時節，我感覺認準就一啲啲，就係從高中講冇法講，嗬，我彈起來嗬，感覺就安樣輕嘅問題，總嘅來講就係冇緊張，你要按好嘅上，不用輕鬆來唱，我相信呢個成績運動會當好，是冇呢？加人咁多人，哦，沙下會97分，咁咩人嘅意思？唔會啦，跟人自己問題就出嚟啦，平常心啦，然後你兩三冇關係啦。夠冇真係97分咯。幾錢人？來看一下，看一下羅朝美嘅分數。山歌流傳那最近買東西啊，以為冇嘅嚇，而家變明星嚟了。係，佢哋做明星。係咩？哎呦，他大數視頻，係咩？係。哦。係呀，跟你買菜嘅時節啊，買菜嘅挑價，因為介紹講，你阿幫佢從山歌去食下啫。哦。看下羅朝美嘅分數。先生，97，
94分应该不差哦。对呀，加前面 TV 面94啊。刑法歌。哦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我做休息。好了，会不会开始紧张了？紧张了吼。沙雷，咱可以面啊。马秀米带来3个字。好的，躺过来。秀米姐姐好，嘿，嗨，秀米姐哈，嘿呀，秀米姐，你平常是也出去买东西呀，以为冇的哈，也变明星的了嘛，嘿，给人家做明星的，哎呦，他搞得舒服的，嘿没？嘿，哈，系啊，跟而賣菜嘅時節啊，跟買菜嘅挑價，因為介紹講，你阿東會從山高去食下啫。哦，係啊，我主要我送嘛。會減雞尾數啊。哦，咁尾數。買件送半件半啊，208，好200 K。哎呦，你上800元嚟啊，800元買到個蟲誒，以後嘅。蟲應該會送啊，會送啊。買蔥送肉。會，上市喎。親戚朋友未看到你上電視。係啊，跟第6位播時節，佢哋是會傳來啊，哈，我是會問講，佢本日有數未唱歌麼？佢哋當鏡吼錯過嘅。唱歌的事件，哎呀，因為親戚朋友啊，當上因為送甜食啊，吃到那個加速啊，哈，吃到動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真的就超嘞，哎呀，賣家之光喲，因為姓麥的也沒有很多人，冇青島對呀，龍尾講要為賣家爭光，哦，所以今天有沒有信心？有，哎，剛剛已經最高分96分，你覺得你會拿幾分？唔係有信心咩？你要講至少會97分啊，係冇？唔敢講，哎呀，看欣賞，殿堂欣賞的公平，本高中欣賞公平。對。麥壽子創嘅3個字哈，一品順啊，一一年因本來就個上也以後，從佢啊算標準啊，了老欣賞高有關係啦，佢一張檔啦，創嘅東西也有1言半，有幾隻詩啊，我會特別讓人提倡下哈。果齒強韻，你要愛談果齒強韻。果齒強韻。韻。果齒啊，果齒強韻，橋邊線，線係韻線哈。第3句時態變乾，變乾嘅啦是哈。蒼謠，
我做嘛特别为提倡安徒作诗哈，你专一次弹看了，一安徒作诗，你唱游戏系列嘅，乖乖，唱搖，係各位歌詞強啊，韻係，好，所以研究一下，加油啦！好，所以個有韻味冇好用嘅係嘛？喺咬絲嘅部分啊，咬絲。哦，因為嗰啲咩講開六強嘅係啊，對為難呐。啊，但是看一下分數，講可以好來看一下。看一下馬小美嘅分數。哎呦，什麼先生？哎呦，恭喜啊！96分哦，恭喜，冇問題的呢。爭光，繼續做明星啊！自己喊一下，我為賣家爭光。我為賣家爭光。很好 Q 呢。對，恭喜啦！恭喜96分過關冇問題。冇問題咧。回頭消息。會唔會壓力太了？壓力啊，係咪存3位啊？三輪唔係下講嘢來咯。哎呦，等一邊同佢唱啊？係啊，前輩唱嘅厲害。陳建基帶來羅山歌。好嘞，彈過啦。是春情，在人間呐，莫將了。娘你呀，并彩线呐。有限，山歌秋家咁唱啊，快樂哇，窮神仙呐！支持你好，你好，天氣好。他不是，他不簡單啊。是菜不簡單，真嘅。沒客家字體啊，啊，所有人邊都要下嘅。邊都年度衰咧，你看。係係，你崇拜嘅呢流行歌曲組係比較冠軍嘛，對嘛？流行組六強。年度六強。啊，比到對佢。7、5名，聽聽。7、5名，第6名。第6名。哦，奇怪，咱阿妹創第6名啊！啊，但是佢貴比賽佢都得到冠軍啦，很傳統嘅哦。傳統冠軍啊！哦，也不係有像我編年度嘅冠軍。年紀太吼，記歌詞較慢。還蠻強啊！流行組記歌詞都辛苦。你看伊邊樣用了參加傳統組嘅嘛？你是巴達斯考記嘅，定義是巴達斯很難呢。因為佢唔係客家人，所以要咬死要咪嘅呢，要唱到髒啊，冇人改啊。條件比流行組嘅全部係咬死嘅問題。
熬死。熬死。根本有可能张开始比赛时间熬死冇完章啊，他就没讲客家话，没讲客家话，熬死就冇完章。表示个勇气真的非常的大。流行歌曲做熬死的问题，佢还撳落边的传统的，真的真，但太太，我就靠个客家认真友好啊，客家有较脏啊。佢有迄罗马拼音嘛哈，佢就一则诗啊用办发音哈，认真去研究啊样。哦，有啦，喺名录当方面有啊，客家嘅词典。哦，真的啊！有嘅各式各样嘅发音。哦，啊，用心嘛，做乜嘅事情要用心。我才客家迄样的母语，是啊，唔是真好咁嘛啊，但是多一种语言就多一种机会嘛，对嘛？错，冇错。好，安尼撒下来，安尼冲出来，唱，数下欣赏公平。来，欣赏好。有进步啦，讲老实话啦哈。唱歌唱到安尼先生会讲嘛哈，你跟个唱歌前多年后呢，表上嘅方法，即冇一下子表上台上，知道以前有人讲过，你落山高音脚咗以后，你几十寸就踩人嘅，一下子你高音嘅时表上台上，你要注意哈，你强弱要注意，唔好讲哎呀，我高音或者忽到高音就台上当创意啊，要注意哈。还有木匠名利，你当然你现在是创作的啦。落山歌的东西是讲来自由演唱嘛。你讲唱木匠名利不用猜钱，有好好做人。你木匠名利咩做的，但是我当讲个后边你去不足，你去有足，你啊点就难能可贵啊哈。但是哈，就一记得我家讲的个小缺点，一句真，莫爱台上给人否定去啊。注意哦，好，给你算起来不差，不你加油。好，不差把分数又不好，看一下就对了，来看陈建奇嘅分数。96，96个赞呢？就96，哎呀，哇，你后背两边啊，厉害了啊！厉害了，加油！96分让你过关了，没问题啊，容易哦，好，加油啊！恭喜你进入7强，好，来，什么太高？回去休息，谢谢。来杀了，郑景阳带来平板，来，谈啦。风安了。
两位支持呢？用歌好，哎呀，咩厉害啊！啊，嘿无师自通啊！哦，正经哦。哎呀，冇乜嘅線上教過，因為冇線上教按唔會衝。東部嘅教學資源較少嘛，對啦，因為線上教啦，有線上教啦啊！因為像廖書平辦迄個理論上線上教啊。哦，哎呀，理論上線上的之前有嚟參加，其實佢按實力來講，係線上級嘅，但是因為發揚客家文化，所以佢嚟參加呢比賽，係一得到非常好嘅成績。本來他都人堂都人客家山歌，但是後來就是身體模糊，係啊，就幾廿年前就走得咧。哦，所以佢而家講嘅，佢比到一下，佢感覺而家非常嘅。運氣好啦，哎呀，非常意外啊！意外啊，意外啊！唔好啊，知道心有實力啦。係啊，意外，就你特啥都強，講講國術，唔會輸啊，係啊，你咩國術啊？很常見嘅。人家喺啲散彈行嘅唱歌嘅，正經嘅山歌嘅，係啊，自然嘅 echo，回音有沒有？花蓮到台東，對啊，花蓮到台東好遠啊！哦，今日唱得咧，來聽先生嚟講。好，來唱，請幾個先生。好，你金庸哥今日帶來一個平板哈，一地圖一則事你要注意哦。咩緊唱，一個緊事啊，佢算係多少入上音，緊就會變。你就緊唱變緊嘅，也就要注意下。尤其也都人呀，漸沒有到7強、6強，也一系列就要注意到。其他來講，做你講你自己本身嘅音質也好，聲音也相當了，唱嚟也唱輕順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可以係咁嘅分數喎。哦，來看鄭景榮嘅分數。建中，哎，95分。謝文先生。95分沒冇問題啊，94分可以算，都冇問題。所以94分咧，根本要較擔心啲喎。擔心死你哦！哦，恭喜啦，冇問題，過關，恭喜今日7強。哦，下禮拜有冇注意哦？下禮拜今日6強。6強咯。哦，加油啊！牛市嘅問題注意啊！好，加油！好啦，你注意下。好。三號入邊，下面書帶來3個字。好嘞，彈過來。蘇太哥，你好。哎呀，對啊，都講佢哋拍攝啦。哎呀，之前去比賽時節，佢喺啲上班啊。哦，喺啲上班。因為去比賽啊，天花都冇接到。哎呀，客戶啊，大客戶啊找他都冇接到。啊，真嘅被客訴啊。
結果個錢有穿到冇？有啦，有啊有穿到，後來有穿到。未來中央有啦，嗰種變科數較唔好啦，啲公司嘅成績較唔好。哦，係啊，特別我設計行業即講運輸公司啊，做主管嘛，佢客戶打天花嘛嘅人啊，做鐵嘅要接到天花，喺發落嘅所有嘅下半樣做乜嘅事情。V 到嚟比賽，頭路標的。家個做廠家咪關經驗啊，幫佢留下。所以乾脆他現在工作辭掉了，辭掉了，錢冇穿了就來比賽啦，年度比賽，要這種退休了，退休了把錢唔穿，還有時間好的呀，這個好長三個，就不會漏接電話了啦，退休也不插嘢啊，賴冇堂也冇看，天花冇天花冇堂看兩節目吧，不插機，退休金兩億多，就一般嘛，就服從服從，一般啦，老闆也沒有虧待我，10、100、千萬、10萬、100萬。7位數還是8位數？沒有，冇到8位啊，冇很多，我差唔多嚟啦。7位數，哎呦喂，對，可以安享天年啊！什麼東西啊？就是厚厚的規範，是剛剛推有個審法啦。是這樣啊哈。對啊。對，你看你這樣講話太可怕了吧？你有讀書跟我這沒讀書的人講出來的話都不一樣。我冇讀冊，係嘛？拍死。好啦，你衝得了。會緊張嗎？會啊，會哦。係全部前面個叫千大叫十四分。係啊，一強人看一年度比賽就會好看出來，全部都當咪抄。全部記冇數，全部高數。就是他嗰個冇看到也年度比賽真打爽。真嘅，聽錯看下一樣。係咪？係。好。來，平常心啦，平常心啊，衝水冇用，冇用嘅。蔡英先生啊，英老師，講飛啦，係。因為車台講吼，從了3個字啊，其實我有講過吼，一開始聽到車台講嘅上嘅時，我有從講一下就上洞好哦，吼，就係你唔過呢，因為在比賽嘅從下爬少看到你吼，所以會想講，你嘅上安好吼，咁第3個從去用辦，一擺又比一擺向下進步吼，我想你係你做得進入到你係你沿途嘅比賽，吼，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你在你係3個不管係衝強啊，吼，然係你係學習咬死嘅當個都有做功課吼，看得到你嘅身經你嘅努力啦，稱太高強樣吼，唔係客家人吼，咁個用認真就有進步，甚至唔見得更好。接下來就係講你係歌詞，你首歌詞係你係長線上做嘅，吼，長高中做嘅。用班有你係歌詞係因為要擺去國外眼講嘅時間，希望線上做得做首歌詞做得不愛去介紹，嘛個按到台灣嘅3個吼，所以按個歌詞就戲劇化。好，日記7小時就直接表達呢3個嘅你係進行，所以你係呢3個最定印象嘅為數哈。咁你基本唱起來呢，確實哈，在你係完美嘅表現當中，有本我感覺到當自然。最好嘅就係你嘅第2季和個第3季，這3個辦了菜，你數每日那些唱起來當自然，你唱起來當輕鬆。接下來就係幫你建議就係。第4季韻腳唱好藝術歌吼，兩篇認為唱好，喊腔嘅些好係唱下來吼，所以兩篇其實咪唔係講當好唱吼，唔講你嘅唱法咪當表現到當好個人嘅為所唱到以後，唔講我想去講一下就係，其實唱高中就示範從不愛彈過，兩篇我感覺係講你做得唱一下，咁樣應該人民我想以你嘅上來講。運動嘅表現未當好哈，就係韻腳了唱那好哦，藝術了歌那好，就係你係唱高中示範不愛唱嘅時，我感覺當時唱到3個就要按樣應該人民講俾你參考一下，唔講你基本整體嘅表現，我感覺唱到當好當自然，是冇呢？好，有講好，按高低度分啊，係啊，都可以嚇，嚟，你看一下下面數嘅分數，好，哇，96分，恭喜，過關咧，蔡大哥，真頭都詞聽，佢有效哦，做心窗口有對有啦，對有真心窗口有效，好，96分，恭喜，冇問題，好，過關7強咧，7強，恭喜，恭喜，好，嚟，這邊等我坐，恭喜下，好，所以啊，呢度啲叫咗4分咧。
一 V， 就一 V 啊，2个啦，有2 V 吗？哪2 V？ 有2 V 嘛？哦，有咪这爱这嘞。很忘形吧？哎呦，我本先生。安尼双路见面哈，双路见下咯。2 V 啊，安尼本身上开飞哈，都带2 V， 留下来那 V， 也系2 V 叫我留下来。好，来休息下。休息好。紧张嘅时间来咯，也先生已经讨论好了，都带叠高的哈，叠高有叠高的哈，那啥，结果你喺叠高用隔天的哦，拿2个50块来叠高的，哎，我抢高中先生，2 V 买要留下来，也系2 V 叫我留下来啊，用办吼，来抢高中先生，宣布一下，公布啊嘞，你手下老师讲叠高的，啊，结果跌到2茶就升高了，哇！两茶都留下来，恭喜！因为你创呀，2茶都叫我姊妹数啊，安边咪下一礼拜，下一再个比解办。恭喜啊！先生辛苦啦，辛苦。韩国100几飞嘅，係咪？安尼2 V 下禮拜吼，要恐要從他個安尼變啊咧，係啊吼，高模行下有幾飛哦，係哦，好冇？喺錢人講。唔好眼見下禮拜衝過來，張國斌，好嘛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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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年6強，好嘛？啊，恭喜2位，謝謝，法官一起一起，來回頭休息2位。安尼好唱歌朋友，好希望也嚟一吉嘅嚟報名。日日打電話來，966676還有你嘅傳真電話0227782831。好，等大家嚟報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咁樣多謝辛苦評審先生。什麼先生辛苦嘞！沒恭喜，100 V 全部過關了啊！一起加油哦！什麼小康老師還有我最欣賞，辛苦嘞！謝謝小康班隊。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大家，工作人員辛苦嘞，謝謝大家。下禮拜我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，熬夜大比賽，熬夜共下來，拜拜拜拜。